好啊，Hello Miss，你你好，你叫咩名啊，姐姐？我叫 Ariska Novitasari，幾多歲啊？今年我而家30歲，30歲，結咗婚未啊你？我結咗婚，結咗婚有冇小朋友啊？有，有幾多？我有嗯，一個仔6歲，哦，6歲，OK。咁如果你嚟香港，邊個照顧你個仔啊？如果你喺我香港做嘢，邊個照顧你個仔？我媽媽，哦，你媽咪，OK，哦，OK，姐姐，我見到你哋之前第一次工作都係馬來西亞瓜隆坡，2016年到2018年照顧小朋友嘅，兩歲、係係2歲同埋4歲、7歲，3個小朋友係咪啊？係，嗯，好，今日sorry，喺馬來西亞嗰度就得一個姐姐，就得你，有冇其他工人？有冇啊？我自己，哦，你自己，OK。咁你平時係馬來西亞，你自己有冇間房啊？或者你同小朋友一齊瞓啊？嗯，嗯，等小朋友，哦，等小同朋友，同3個小朋友一齊瞓嘅。係，好，OK。好，同埋咧係瓜拉隆波嗰度，我見到你哋照顧老人家嘅，有婆婆同埋公公，婆婆60歲，公公65歲，係咪？係，咁嗰個公公同婆婆健唔健康㗎？兩個？健康健康，嘅，OK，所以你就得照顧3個小朋友啫，係咪啊？係，好，sorry，係馬來西亞嗰度2個小朋友啦，或者3個小朋友啊？2個或者3個啊？亮，哦，兩個都係男仔嘅，4歲同埋7歲，係咪啊？好，OK，姐姐，喺呢次係馬來西亞，你幾點鐘起身啊？跟住咧，你做啲乜嘢㗎？你日日要你幾點鐘起身？嗯，起身，誒，起身，5點半，嗯，誒，洗面，刷牙，係，準備食早餐，誒，小朋友返嗯，學，嗯，誒，買餸，jengket oge，煮餸，接好，小朋友放放學學，，OK。誒，好，OK。咁小朋友翻學幾點鐘啊？翻學你幾點鐘送佢翻學啊？七7點，7點鐘，七點係。鐘行路啊，或者有巴士啊？你行路或者搭巴士？行咯，行路，OK。咁佢幾點鐘放學啊？小朋友2點鐘，2點鐘，好，OK。咁兩個老人家咧，公公婆婆咧，使唔使食午餐啊？喺屋企有冇食午餐啊？要要嘅，要啊，哦，咁你都要煮俾佢食嘅，係咪啊？有係，嘅，好，OK。咁你平時同2個小朋友，如果佢哋冇翻學啦，你喺屋企中唔中意同佢哋玩啊？你平時玩咩遊戲啊？又係中意，中意同佢哋玩嘅。好，OK，好，OK。咁你平時去買餸係咪日日買餸啊？或者幾多個日一次啊？去買餸？去買餸？日日買餸，日日買餸，你去買餸嘅？你或者婆婆買係，餸啊？你買餸？係，OK。咁你平時煮咩我買餸啊，姐姐？你平時煮咩餸啊？中國餸，中國餸，你識煮咩餸啊？係中國餸類似乜嘢？青衣係種番薯，昂在種水蛋，嗯dầu chế, 米飯葉，波東同米記嘅嘢。好，OK。
咁之前喺馬來西亞嗰度你僱主係中國人係咪？中國人或者馬拉話？喺馬來西亞，Melayu or Chinese？有個 Chinese，有個馬來。係。OK， 所以你都之前喺馬來西亞都講馬拉話多啲係咪啊？我而家喺學校喺 BG 嗰度學緊廣東話係咪啊？係。好 OK。好，咁你最遠係瓜拉隆坡嚟翻緊嚟啦。咁2021到2025你係4歲做嘢嘅，照顧小朋友同埋公公婆婆同埋太婆 great grandma。係。OK， 咁小朋友你係咪同小朋友一齊瞓，或者你同太婆瞓覺啊？瞓覺。係。Surabaya。我自己間房。我間房。OK。咁嗰個太婆咧，佢80歲，佢需唔需要幫佢沖涼啊、餵佢食嘢啊、換尿片啊？有冇啊？唔使嘅，佢好健康嘅。係。咁你平時同之前一樣啦，照顧小朋友，都係送佢翻學、放學買餸、煮飯咁樣係咪啊？係。好 OK， 我想問你驚唔驚狗啊？驚我。兩個都驚啊！點解你驚啊？你係咪有敏感啊？你係咪皮膚敏感？少。OK， 好，係我問多次你，因為你之前咧照顧小朋友啦，咁平熱喎，小朋友發燒或者唔舒服，你點做啊？冇佢壓到，有冇發燒可以淋熱嘅凍佢淋熱。第一時間你睇下佢痰熱先，係咪發燒？咁如果佢發燒咧，你點做啊？如果發燒，壓到嗰度或者10%，有好乜講？咩嚟㗎 ？OK， 你第一次係咪痰熱先係咪？如果佢發燒，你即刻打電話俾你老闆係咪啊？係話我即刻為老闆知。OK， 好，姐姐，如果你嚟香港，你想幾耐啊？How long you want to stay in Hong Kong？ 啊？6年。6年。好 OK， 好 OK， 唔該晒姐姐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